续来到这个台中的大甲，这个美人山野区是运动公园的预定地，但是无经费，一直无来动工。即天这个市议员到场会勘，要向中央甲地方争取经费，甲起造国际自由车的场馆。 这是大甲运动公园的预定地，不过因为欠经费，无法度动工。另外，阁因为甲安部地区培养真侪国内自行车的选手，所以地方希望打造国内头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自由车馆。 如果说没有室内的这样一个场地，对于我们国际赛绝对是一直脱钩。市议员吴敏哲嘛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勘，除了规划室内自由车馆，嘛希望争取篮球场、推球场等等，打造做多功能的运动园区。外部的花是即摆借用外部国校的操场边缘3个场地勉强用尔，所以这个场地对阮来讲是足重要的。 园区按算年底进前完成评估报告，民代嘛希望中央到3天，互园区赶紧完成建制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